Hello，大家好。咁呢，我嘅名係 Annie 啦，大家可以嗌我安安或者 Annie 都得。咁呢，我就依家係21歲，仲係一名學生。咁過去呢一年呢，我都有有 follow 開香港金樂啦啦隊嘅 activity 啦。咁我就超級中意入邊每一位成員，咁就特別喜歡Queenie 嘅，咁就俾佢 inspire 到啦，就超級想成為入邊嘅一員，可以為香港金牛打氣，係啦。咁就我自己有學 jazz funk 1年半，係啦。咁就希望可以入到去一齊接受培訓啦，同埋咧就識到更加多嘅朋友仔一齊為香港金牛嘅球員打氣，係啦。咁就聽講最後咧要加一個專屬嘅手勢啦，咁可能咁樣係啦。咁就希望我可以有機會進入到下一輪嘅面試，希望可以入選啦。咁就 thank you。